的救迄个跑者，唔留咧，该真有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走，我答应过教头。阿公你哪？阿公临时决定出国医疗。谢谢君。毕业典礼，这样不是跟大妈一样吗？梗嘞，唔知几来，马个想法，唔毛错的，医生你看。你什么时候要去啊？如果你们真的爱金针菇的话，应该去葡萄。来上我来唔知。真的好。